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西沙嘅 CLS， 咁呢個單位咧係一個低層嘅單位嚟嘅，434尺，方向咧就望西邊嘅，個景觀咧主要望翻內園景啦，都係永久景嚟嘅。咁呢個單位咧，從大門口入嚟呢一個位置咧，左手邊咧發展商已經做咗啲鞋櫃啊，咁右手邊呢邊咧係飯廳啦，飯廳呢度擺咗張4人台啊，呢個全間屋嘅傢俬咧都係發展商送嘅。咁再嚟嘅左手邊就係廚房啦，雖然佢係開放式廚房設計，咁呢個位置咧其實可以加到玻璃門，做一個玻璃廚房嘅。咁再同大家嚟睇埋個客廳啦，客廳都比較闊落㗎。咁呢個位置亦都擺一張3人梳化啦。呢個位置係個露台。雖然佢係低層啊，但佢嘅景觀真係唔錯㗎，主要都係望翻內園景啦，內園景都係永久景嚟嘅。咁側少少咧都望到個海景嘅，方向望西邊。咁再同大家睇埋啲浴室同埋啲房先啦。咁經過少少嘅走廊咧，就係浴室嚟嘅。浴室咧都係交樓原裝，交樓標準。再嚟睇睇第一間房啦，佢啲房咧都幾大㗎。咁呢度發展商亦都係送咗個衣櫃啦，同埋一張雙人床。景觀方面咧，亦都係望到內園同埋少少嘅海景。咁嚟緊咧 CLS 咧，聽日就會去開賣㗎啦，開賣2B 期嘅。咁呢邊亦都係有張單人床啦，同埋個衣櫃，景觀同埋都係一致，全部都係望翻西邊嘅內園景啦。大家又中唔中意呢個2房嘅單位呢？